大家好，咁咧有啲觀眾睇完我啲片之後咧，咁啊私信我咯，就話咦原來咧保單上面嘅保費唔單止講緊係保險公司嘅燈油火蠟啦、佣金啦，原來你個投資利率都會有影響㗎喎。嗱，咁今日咧我想分享多嘢俾大家聽嘅，就叫做保單失效率，英文即係 lapse rate。嗱，呢樣嘢咧，其實喺精算師會出產品嘅時候咧，都要做一個假設先嘅。可能佢會先假設呢個產品賣俾100個客，有90個客都會喺第2年續保嘅。嗱，就點知原來咧，現實上就唔係咁開心啦。原來咧係得翻70個客戶續保。嗱，呢樣嘢其實保險公司就會蝕咗㗎咯噃。咁所以咧，當保險公司喺之後要再研發啲同類型嘅新產品嘅時候咧，呢一個咁樣嘅經驗就會影響到個計價啦。嗱，既然係咁即係話，如果保險公司真係有遇過呢啲情況嘅話咧，咁其實對於保險公司嚟講就唔係一件好事啦，因為嚟緊嘅計價就會 keep 住要貴啲啦。嗱，咁所以保險公司咧就會採取好多措施去防止呢件事發生嘅喎。例如，如果你有買過一啲有儲蓄成分嘅保單，你會發覺咦，點解頭嗰幾年永遠都匯唔到本嘅喎？甚至嚟講係比較長嘅時間啦，嗰啲現金價值先至會去累積。嗱，呢個就係其中一個措施，保險公司係希望防止佢啲客戶喺過早嘅時分就會退保啦，而形成咗呢個失效率提高咗。咁第二咧，就會你發覺有啲保險公司會喺你續保嘅時候就會提供一啲優惠俾你啦，希望你唔好離開啦，唔好走啦。嗱，咁所以咧，呢一種種嘅措施都係保險公司去防止呢個失效率提高嘅一啲措施嚟嘅。咁所以各位消費者，咁你哋明白點解啲產品有時會係咁樣去計算啦，咁樣去設立啦。咁仲有咩問題隨時嚟私信我。咁中意我頻道嘅人唔該 CLS，我哋下集再見，拜拜。